府城建设300栋，台南市立博物馆是特别推出展览，透过珍贵的文物、影像记录，也有互动的装置，呈现这100年来府城内外的生活变迁，也有历史发展甲文化特色。另外，嘛是要甲民众做伙探讨，这未来城市会当安怎发展。 今日这座城墙分成城内甲城外，一日内边就通看到当时官兵对福州传来府城的五福大帝信仰价值的顶头，叫1869年台湾官署牛签。这款若像建筑的身份证的文物，二次头摆展出。今年府城建设300栋，台南市立博物馆办上府城，啥物拢伫遮特点，要互大家透过这100栋来历史文物来探索府城过去的社会风貌。咱的高丽茶用一只摆的时阵安怎做的片无，咱拢有查过来哦。咱古早是咱的上神。 食神来到咱现代做喙食面啊，甲咱这饼类的部分、糕仔的部分，拢有非常的关联哦。是恭敬木天书符录，然后配一个天书的音啊，为大陆请过来啊。当伊当地是这个台湾府的时阵一个正德官。 看展览会当了解府城当时有拍铁街啊，是济人买卖的所在，嘛是过去府城生活机能的重要基地。另外，城内参城外有真大的关联，尤其信仰文化是上好的证明。像西港庆安宫3年一届会来城内的府城隍庙一组，迄个关城隍爷巡，犹原是设城墙的范围，这种显示城墙内外的文化连结性。虽然讲有一个城墙甲围起来，可是。 透过这个城门，透过这个道路，甲这城内外的人甲接做伙，毋是干那过去安尼，是即马台南市咱个看会到这个城外走入来城内来办一寡特别的代志的这个关系。虽然这阵大部分的城墙拢拆掉去啊，不过展览嘛是特别展示去年伫小北门出土的砖仔城墙石角，互民众实际落去望感受当年城墙的重量。官方讲，希望互大家更加挖紧台南这座城市的过去，进一步思考文化保存的意义。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